你哋話我係邊個？引言，耶穌嘅身份，門徒最初對耶穌嘅理解，仍然停留喺舊約先知傳承嘅延長線上。然而，律法本身塑造咗一個等候彌賽亞嘅框架，而預言則規定咗呢位彌賽亞會以乜嘢標記同權能出現。亦即係話，當律法同預言作為認知標準運作嘅時候，門徒竟然能夠將一個同自己一樣食飯、排泄、瞓覺嘅人承認為基督。因此，佢哋嘅告白並唔係一種模糊嘅宗教情感，而係根據以次下嘅啟示標準，認知到預言正喺一個具體人物身上被實現嘅告白。本論與一般所講嘅信心告白嘅區別，但係今日好多人所理解嘅信心告白，多數被視為決志委身、將人生奉獻、選擇使命嘅語言。呢種結構係喺保持自己人生主權嘅前提之下，將嗰個人生交俾神去使用。相反，你哋話我係邊個？呢個問題並唔係問你將會做啲乜嘢。呢個問題唔單止要求你為自己人生定方向，而係要求你揭示你嘅存在係由乜嘢標準去界定。因為關係性嘅告白本質上係對我係由邊個去界定所作出嘅回應。如果傳統嘅委身告白係一種我相信、我奉獻、我跟隨嘅結構，咁關係告白嘅回應就必須指向一個完全唔同嘅方向，即係我係邊個要喺基督入面被重新排列同定義。表面上，兩者可能使用相同嘅語言，但內在嘅運作標準卻完全唔同。結論：新方向性與根本嘅重新對齊。門徒嘅告白雖然由認知舊約預言嘅成就開始，但佢哋並冇被容許停留喺呢個層次。嗰個告白喺關係入面被要求進入更深嘅對齊，最終引導佢哋將自己整個生命嘅標準重新排列喺與統治者嘅關係之中。呢度所講嘅新方向，並唔係職業層面嘅奉獻，亦唔係宗教層面嘅熱心，而係存在核心軸心嘅轉移。換言之，信心嘅告白只係一個開始，而嗰個告白必須通向確立與統治者對齊嘅位置。只有當呢種對齊被確立，告白先唔會停留喺重複傳統嘅語言，而係會喺關係入面成為一個永遠活着持續運作嘅見證。